对于中华分林嘉义甲台南市的管市的蚵仔农，伫咧9月初的时阵，捌认真讲，进口的蚵仔逐年咧增加，已经影响到因的产值。今日农委会主委陈吉中去嘉义东石视察的时阵，农民就趁机会搁再反映中国甲越南的蚵仔拢用真价介绍销来台湾的问题。就是即马目前有一半价拢大陆过越南。 啊，去过越南，越南才搁过来。蚵农冒着想向农委会主委陈情，讲中国的蚵仔可能入去越南改变产地资料，才入来台湾。希望农委会会当提出办法。这蚵贩怎么对伊遐摕越南蚵仔，伊哪有要甲咱摕咱本产蚵仔？哦，越南蚵仔起来成本更较省。免讲啥啦，因那边的讲较歹听咧，成本俗啦。成本俗的时阵，入来弄介绍的时阵，阮遮较有法度人去得到啥物利润。 农委会甲渔业署今仔日配合经济委员来到嘉义县的东石布地视察蚵仔农的机械设备，也毋过蚵仔农是更加关心越南蚵仔进口的问题。下龙湾，它是一个很大的海湾，然后可是它正好是在越南跟中国的交界的地方，所以这中间会不会有混充，一直都是我们蚵农很担心。你看越南的蚵仔人的生产、甲包装自动化，真正坦白讲啦。 比较较好，这当然比较较好的原因就是农委会这边无做好嘛。陈吉中表示，刷来为明年开始，今年的投入23亿4年92的资金来提升蚵仔生产自动化的工作。目前嘛配合卫福部来加强包装食品标示的管理。嘉义县政府嘛推出蚵仔生产履历，希望保障本土生产的蚵仔。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